咱的友邦帛琉的總統惠斯仁接受外國媒體法新社的專訪，講到中國要直接要求帛琉就要放棄甲咱台灣的外交關係，不過伊是強調帛琉會當家己選擇友邦。另外一方面，巴西的駐台灣代表最近說是講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話引起爭議。咱行政院長倒應台是回應，強調咱國家的主權，若有必要就會來表示抗議。巴西代表說，我們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抗議之後獲得回應嗎？我們也會做必要的一些抗議，甚至我們希望能夠用這個事例來告訴全世界，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不變的事實。回應巴西駐台代表桑路易受訪時指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行政院長倒應台表達抗議，也重申咱的主權。中國一直咧唱後腳，咱太平友邦帛琉總統惠斯仁接受法新社專訪時透露，中國要直接要求帛琉放棄對台灣的外交承認。China, of course, has been very outspoken in saying we need to denounce Taiwan. They've made that very clear when they've had an opportunity to meet us and want us to change our position on issues. And we've made our position very clear. Well, we have no enemies, but nobody tells us who our friends are. 惠斯仁強調，帛琉應自主選擇友邦，支持台灣的人應該受到平等對待。咱外交部也表示，兩國邦誼穩固友好，為1999年建交到即馬，在農漁業、醫療衛生、觀光發展、加海事安全等攏密切合作。台帛的邦誼是基於價值理念，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停止過以各種手段脅迫我們的友邦轉向，並且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外交部對於中國的相關行徑表達嚴正的譴責。咱邦交國是有機會國家一個，因為洪都拉斯前任總統阿斯夫拉要希望甲台灣復交，國界關心目前兩國之間是不是已經進行相關協商。阿斯夫拉總統他的競選政見就是要跟台灣恢復邦交，那我們也相信他的這個步驟大概是很謹慎，呼籲他們的政府正視農民的期盼，還有中小企業，他要是一個負責任總統，他都會看到。外交部指出，洪都拉斯甲中國建交了後，貿易紅字一直擴大，尤其白蝦養殖產業受真大衝擊。相信阿斯夫拉攏真了解，咱會繼續保持甲洪都拉斯的接觸。記者綜合報道。